那今天呢，又是到我们开始解释名相的这个地方。那今天呢，总共有21个新的词，那也有发给大家。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遮前法，然后成立法，然后呢，断除智之所迫后通达。第4个无遮，第5个非遮，第6个无为虚空，第7个灭地，第8个空性，第9非非事物，第10知平分别中显现非非平，11一，12异，13虚谓一，14第11 15虚谓异，16第10异，17共相，18平的繁体，然后就是过去未来现在，所以今天总共有21个新的名相。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呢，就看到遮前法。那什么是遮前法呢？就是在讲述遮前法的时候呢，会一起解释成立法。那在讲遮前法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它是直接遮止所迫呢，称之为叫做遮前法。所以呢，什么不是遮前法呢？就是非直接遮止所迫的呢，那它就不会是遮前法，也就是成立法。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呢，什么叫做直接遮止所迫呢？像我们说无凭。没有瓶子，无凭它是遮前法，没有瓶子遮前了什么呢？无凭呢，它直接遮止掉了有瓶子，所以它所要遮止的呢，就是有凭这一点，它直接遮止掉有凭呢，所以呢，它是属于遮前法。那所以呢，就像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这边有没有瓶子的时候呢，那如果在讲说这里有瓶子，讲到有瓶子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成立法，因为它并没有遮止任何的东西。那当我们讲到说这里没有瓶子，这里无瓶，这里没有瓶子的时候呢，它就是直接呢遮止了有瓶。所以当我们在问到说这里有没有瓶子的时候呢，我们说有瓶子的时候，它只是呢就是成立了就是瓶子这个东西。成立了瓶子的存在，它并没有去遮止任何的。但是这里有没有瓶子？我们说这里没有瓶子的时候呢，讲到没有瓶子，它自然而然就是把有瓶子的这一点呢给遮止掉了。那像这种有没有瓶子、有无瓶子的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在问句的时候呢，那这种遮止的方式就是从文字上，就是文词上面呢直接去遮止。就像有没有瓶子、有瓶子。或者说我们讲说没有瓶子的时候，说没有瓶的时候呢，它就是在文字上呢直接就遮止掉了有瓶子的这一点。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述到遮前法的时候呢，有2种状况，一种呢就是它能够在文字上呢直接做遮止，它能够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所迫，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遮前法呢都能够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所迫。以什么来说呢？以空性来说，因为我们都要说空性呢，它是遮前法，但是光从空性这2个字呢，它是没有办法在字面上呢了解到说它遮止了什么东西。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空性呢，我们听到空性的时候，这2个字虽然在字面上呢是没有出现这个文字上直接的做遮止，像是非或者是无这样，但是呢，当我们在心绪之中显现空性的时候呢，在心中显现空性的时候呢，它自然显现的就是遮止了空性的所迫。所以我们在讲遮止法的时候呢，有2种遮止方式，一种呢是在文字上直接做遮止，那一种呢就是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呢做遮止。那就是呢，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就是要区分清楚，就是在讲述到说无凭的时候呢，表示说无凭它是遮前法，但是有凭呢，它是成立法。为什么说有凭是成立法呢？因为第一个在文字上，它并没有遮前任何东西，它并没有去遮止任何东西。那同样呢，我们在讲述到有瓶子的时候呢，在心中它也只会显现瓶子之外呢，它并不会说去遮止掉了没有瓶子这个东西之后呢，才显现出瓶子。所以以有凭来说的话呢，它是成立法。那对于无凭来说的话呢，无凭呢，它在字面上呢就已经遮止掉了有凭的这一点。那同样呢，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呢，它也是遮止掉了有凭子之后呢，才显现了无凭。所以以无凭来说呢，它是遮前法；那有凭呢是成立法。所以这2点呢，就是要区分清楚的。那就是在中文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区别。那像是以藏文来说，就是藏文在文法里面呢，就讲到说，马热美命美嘎嘎巴引，就讲到说，
想到说像是麻，还有像是马瑞、梅、明这4个字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说它是遮前法。因为第一个麻呢，麻它同时就是可以显示出无或者是非的意思。那马瑞就是讲说非不是的意思，没呢就是没有，就是无的意思。那明呢，它也是非的意思。所以只要出现这4个字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呢就显示说，带有这4个字的词呢，它就一定会是遮前法。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在讲到说遮前法的时候呢，那它遮前的方式呢有2种。第一个呢，就是在文词上呢直接做遮止，就是出现了遮前的那4个词，就像是非还有无的这个词，或者说不是的这些词出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呢它是遮前法。那这是一种代表遮前法的方式。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意思呢在我们的心中显现的时候呢，它是显现为遮前项的呢，那就是遮前法。所以遮前法呢有这2种意思呢，可以看得出它是否为遮前法。那在这边有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遮前法的时候呢，就讲说它是文词上直接做遮前。为什么要加上直接呢？加上直接的意思呢，就比方说它一定要有出现，就是刚所讲述到的，就是非或者是无这样子的词。因为我们在讲有凭的时候呢，有凭它其实是有遮止掉无凭的，但是它并不是在文字上直接遮止了无凭。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加上直接这2个字，或者说我们讲说是凭字，是凭字呢它也有遮止掉了非凭字，但是它并不是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掉了非凭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安利就是遮前法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就是断除字之所迫，但这边讲到说就是只讲断除字之所迫呢是不够的，要讲到说直接断除字之所迫，就是要让它直接，就是它很明显就是直接就断除，而不是说它间接可以从了解到有凭呢，然后间接可以了解到说因为它遮止掉了无凭的缘故，所以是有凭，并不是以间接的方式，而是要直接做遮止的这种才叫做遮前法。那对于说了解遮前法还有成立法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了解遮前法跟成立法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如果说对一个想要修习空性的行者的话呢，他要修习空性之前呢，他一定要无导了知就是空性的意涵。那想要无导正确了知空性的意涵的话呢，那就要对于说遮前法还有成立法的意思呢，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因为如果说对于遮前法还有成立法呢，无法完整了解它的意思的话呢，我们是无法正确去了解空性的。所以像以宗喀巴大师来说的话呢，像宗喀巴大师无论说是在他的入中论善解密书也好，或者说他的了悟的一善说章论，乃至于说在广论的毗婆沙那这些部分呢，只要是讲到空性的部分呢，一定会一起讲述遮前法以及成立法。所以就可以从这边了解到说，遮前法和成立法呢，对于帮助我们了解空性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呢，就是像在色类学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讲述到就是遮前法以及成立法，或者说呢讲述到说色类学是遣他法，然后来做解释。那到了释量论的时候呢，释量论就是讲述像是遮前以及成立。那为什么在释量论的时候要特别讲述遮前法以及成立法呢？那最主要的就是讲述到说我们心去入于境的时候呢，那是否对于境呢能够将它一一的区别之后呢，而去入，或者说一一去除之后呢，而去入于境。那这种去入于境的方式呢，对于说像是外道，像是数论派的这些外道呢，他们是不承许说心能够以这种方式去入于境的。所以在释量论里面呢，讲述到遮前法以及成立法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它的究竟的目的呢，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帮助了解空性。那暂时的目的呢，就是在遮止呢，就是外道的这一些承许的方式。所以无论说是在释量论，或者说在色类学呢，那遮前法跟成立法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了解了就是遮前法之后呢，能够清楚的了解遮前法之后，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什么是成立法。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遮前法的时候，会讲到说在文词上呢，它能够直接遮止所迫的呢，这个叫做遮前法。但是
如果是遮前法的话呢，它是否一定要在文词上直接遮止所破呢？并不用的，像是空性。那空性为什么是遮前法呢？因为它在我们的心上显现的时候呢，它会显示出遮止它的所破，就是说空性呢，在我们心绪之中显现的时候呢，它会直接遮止掉所破、自性成立，还有呢第十成立等等。所以我们会讲到说呢，空性呢，它是无遮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显现的时候呢，它直接就遮止掉了自性成立还有第十成立，所以把空性呢称之为是无遮。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呢，所谓的遮前法呢，它就是能够在文词上呢直接遮止所破，或者说呢，它不是在文词上直接遮止所破，它是在我们的心中显现的时候呢，带着遮前相的这个呢，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任一呢，那它就是遮前法。所以当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那就是反过来说，它没有在文词上直接遮止所破，或者说它在我们的心上显现的时候呢，显现的不是遮前相，而是成立相的呢，那这一些呢就是属于成立法。那成立法呢，就像是我们的瓶子啊、柱子、无常、所作等等呢，那在我们心绪之中显现的时候呢，它不会显现是遮止相，或者说呢，它在文字上呢，并没有直接遮止所破，所以这些呢是属于成立法。就是说呢，在讲述到遮前法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能够在上面呢，就是做笔记，就讲到说呢，它是在文字上呢，直接遮止所破呢是遮前法，或者呢是它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呢，带遮前相的，就是这两者属于一呢，就是所谓的遮前法。就是呢，可以写呢，就是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所破，或者呢，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呢，现为遮前相。那这二者随一呢，就是遮前法。那就是刚刚讲到说遮前法跟成立法呢是一起做解释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到呢，所谓的遮前法呢，它就是在文字上呢直接遮止所破，或者说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呢，它所现起的呢是遮前相。那这个呢，二者随一呢是遮前法的话呢，那同样的呢，就是它在文字上呢没有直接遮止所破。或者说呢，他在心中呢现起的呢，并非是遮前相，那这二者随一呢，就是成立法。那如果说呢，我们只是讲述到说，就是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所破，非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所破，或者呢是在心中呢非显现为遮止相的话呢，这二者随一呢，它不一定呢会是成立法，所以最好是能够说在二者随一的法，或者说二者随一的这个存在的法类，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遮止掉这些文字上的过失。因为像是以兔子脚来说的话呢，兔子脚呢，它并没有在文字上呢遮止所破。同样呢，它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呢，也不是现起遮前相，但是呢，它也不是成立法。所以要是能够在二者随一之后呢，加上的法类，就是二者随一的法类，或是二者随一的这个有，那就可以表示呢，这个是成立法。那虽然说呢，就是在一些就是社类学的解释上面呢，在解释到就是遮前法的时候呢，它是直接讲到说，就是在文字上呢直接遮止所破呢，就是安立为就是遮前法。虽然说有些社类学的解释是这样做解释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要特别加上说，就是在我们的心上显现的时候呢，它带遮前相。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我们要学的究竟的见解呢，是应成派的见解，就是中观的见解。那中观中的见解呢，就是说我们学到像是后面无论是了不了义或是善行密书等等的时候呢，那中观大师在解释就是遮前法的时候呢，就是他不会仅仅从就是从文字上直接做遮止所破的这个呢安立为遮前法，因为呢就是就像刚所讲述的，那像是空性或者说呢真实义等等的时候呢，它都是属于无遮的内容，但是它并没有在文字上呢直接遮止所破，所以才会特别加上呢，就是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呢，现为遮前相。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要加上去的原因。那虽然说在社类学的时候，它仅安立的就是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所破。那当然在
辩论场辩论的时候呢，同样会拿空性或者说真实义这些呢，然后来做辩论。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能够连带先了解到说，在上部中呢，中观中他们在安立的时候呢，除了说在文字上直接遮止所迫之外呢，他们也能够就是我们再可以加上这个在心中显现时呢，现为遮显相的这个呢，如果能够把它加上去的话，那无论说在辩论上也好，或者说我们在了解遮遣法的内容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帮助。那我们在这里讲述了遮遣法还有成立法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看第4个还有第5个无遮跟非遮。那在讲无遮跟非遮的时候呢，就是前提就是无论是无遮也好或是非遮也好呢，它一定是属于遮遣法。所谓的成立法呢，它不会有所谓的就是又分为无遮跟非遮。所以看到无遮跟非遮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说呢，无遮跟非遮呢，它都是属于遮遣法的分类。就是遮遣法呢，它又能够分为无遮以及非遮。那所谓的无遮呢，就是它在文字上直接遮止了所迫之后呢，它无法另外引出成立法的呢，那叫做无遮。那在文字上直接遮止了所迫之后呢，它能够另外引出成立法的呢，这个叫做非遮。那就是因为讲到无遮跟非遮呢，那我们就一起来解释，就是第9个就是非非事物。那在还没看这个非非事物之前呢，那我们先来了解到，就是一般我们讲到说，就是没有瓶子的时候，或者说非瓶子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讲到说这里没有瓶子，讲到说没有瓶子的时候呢，它就是直接遮止了，在文字上直接遮止了有瓶子之后，它并没有再另外的引出其他的成立法。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无遮的时候呢，就像是这边所讲的，没有瓶子，它除了遮止掉有瓶子这个成立，它除了遮止掉有瓶子这一点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成立任何像是瓶子的大小，或者说瓶子的颜色，或者说瓶子的形状，它什么都没有去成立，它仅仅只是遮止掉了有瓶子之后呢，它没有再引出其他的这些成立法的缘故，所以我们讲到说没有瓶子，或是这里没有瓶子呢，都是无遮。刚解释完了无遮之后呢，那我们来解释非遮。那非遮呢，就是讲说它在遮遣掉了所迫之后呢，它直接遮遣了所迫之后呢，它能够引出其他的成立法，那就如同呢第9个非非事物。非非事物是什么呢？就是非不是事物。所以非不是事物这个词呢，我们在遮止掉了就是非事物之后呢，它成立出了事物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讲非非事物的时候呢，它是属于非遮，因为它遮止掉了不是事物以后呢，它又引申出了就是事物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在讲到说非非瓶子，就是这个不是非瓶。我们讲说这个不是非瓶的时候呢，遮止掉了不是瓶子之后呢，成立了是瓶子。那瓶子是成立法的缘故，所以它在遮止了所迫之后呢，它又引申出了成立法瓶子，所以呢，非非瓶子呢，它是属于非遮。那我们这边举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就是举例都会举什么小明小华，所以我们直接拿小明跟小华来做举例好了。那我们就讲到说这里没有小明，就是小明不在这里，或者说这里没有小明的时候呢，它就是遮止掉了就是有小明这一点之后，它没有再引申出任何东西。因为我们除了说这里没有小明，就是把小明给遮止掉，所迫小明有小明这一点遮止掉之后，它并不会像说遮止掉一个小明之后，就像我们说这里没有小明，但是这里呢有小小明，这里有大小明，或者说这里有瘦小明，这里有胖小明，好像你遮止掉了一个胖的小明之后呢，讲到说这里没有胖小明的时候呢，好像会理解到说这里有个瘦小明什么之类的，并没有，就是它仅仅是遮止掉了说这里有小明之后呢，它有成立出其他的成立法吗？所以呢，这个呢就称之为叫做无遮。为什么呢？因为它遮止掉了这里有小明之后呢，它并没有再引申出其他的成立法，所以这个呢是无遮。那在讲述到非遮的时候呢，我们就先
假设呢，就是只要说这个班级里面呢有2个小明，然后我们再了解说这个班级有2个小明，那一个是大小明，那一个是小小明。那只要说有2个小明之后呢，那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就已经了解到说这个班级有2个小明之后呢，那就说小小明不在的时候，那你了解到这个小小明不在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理解到说那可能大小明是在教室的，就是有人跟你说这个教室里面有2个小明，但是小小明不在。那你听到这个小小明不在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自然就会认为说大小明呢应该是在这间教室里面，或者说呢这间教室里面呢有2个小明，一个是胖小明，一个是瘦小明。那人家跟你说这个教室有2个小明，但是瘦小明不在，那你自然而然心里面就会陷阱说大小明他应该是胖小明他应该是在教室里面的。所以从这边呢，它遮止掉了就是小的小明之后呢，它能够引申出就是成立法大的这个小明，所以这种呢就称之为叫做非遮，就是它在遮止掉了所破之后呢，它能够另外引申出其他的成立法，那这个呢就称之为是非遮。那上述所用的例子呢，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所讲述的这些例子。那现在就是以说像是经典里面呢，它会引用到的例子呢，就像是说我们会讲到说就是这些仙人不喝酒。那仙人是指要是一些外道的这些修行人嘛，我们在讲说仙人不喝酒的时候呢，就是遮止掉了仙人他们会喝酒这一点之外，并没有成立出仙人呢他会喝水啊、喝茶啊等等，并没有，他就是遮止掉了仙人他会喝酒的这一点之后，他并没有引申任何的成立法，所以仙人不喝酒这个呢是这个是无遮。那就是在讲到刚引用的呢是无遮的例子，那以非遮来说的话呢，那像是在父子三尊就会想到说胖婆罗门白天不吃饭。那这个胖子婆罗门呢，他白天不吃饭的时候呢，那这引出了3个成立法呢，就引出他是在晚上吃饭的啦，不然他怎么变成一个胖婆罗门？这婆罗门他会变胖，那但是呢他白天又不吃饭，所以我们在讲述到胖婆罗门白天不吃饭的时候呢，他遮止掉了这个胖婆罗门呢，他在白天的时候吃饭这一点遮止了之后，然后呢间接引申出什么？间接就引申出这个胖子他就是在晚上偷吃嘛，不然他怎么会变胖的？所以透由这个呢，就是在经典里面呢，就是父子三尊的文集里面，他们所引用的就是举例说非遮的这个例子呢，就是用胖婆罗门白天不吃饭来做譬喻。那所以这边就讲述到说，就是我们这样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呢，就是像是无遮还有非遮之间的差别。像讲述到说无瓶呢和非瓶子的时候，那无瓶呢，它就是直接遮止掉了有瓶这一点之后呢，它并没有成立出引申出另外的这个成立法，所以无瓶呢，它是属于无遮。那非瓶呢，因为非瓶它遮止掉了不是瓶子之后呢，它又成立了瓶子这个东西，所以非瓶呢，或是非事物呢，它是属于非遮。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负得正嘛，非瓶子就表示说是瓶子嘛，所以它在遮止掉了非瓶之后，它又成立了瓶子，或者说非事物遮止掉了事物之后呢，它又成立出了事物，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非遮。那就是呢，这边我们就已经解释了遮前法。那遮前法呢，又分为无遮跟非遮。那我们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理解无遮的话呢，那大家就可以写上说，就是是遮前法，然后呢能引出成立法的呢，那这个呢是非遮。那是遮前法不能引出成立法的呢，那是无遮。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3个。那第3个呢，其实就像是安利在讲述到说，是安利在遮前法的时候，那有些人呢，就是直接讲说断除自知所破后，通达呢就直接安利为遮前法的这个现象。那不过呢，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前面呢如果不加上直接的话呢，那会有一些就是文字上的过失，所以直接断除自知所破后，通达呢把它安利为遮前法的现象的话呢，那它会比较会没有文字上的这个过失。所以就像是呢我们在讲述到瓶子的时候，那瓶子呢它并不是
直接断除自治所迫之后而通达，所以它并不是遮前法。那像是呢无凭或者说呢不是凭，那它是直接断除了自己的所迫有凭止或者说呢是凭止这一点之后呢而去通达的，所以像是无凭或者说非凭呢，那就是属于遮前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六个。那第六个呢，就是无为的虚空。那无为的虚空呢，我们讲到说，无为的虚空，它为什么称之为叫做虚空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就是被我们触碰到，然后呢，也没有办法障碍到，所以就是遮除掉了触碍的这一分，或者说我们讲说为遮除触碍呢，就是虚空的性相。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虚空呢，它是无遮。为什么呢？它就是遮除了我们能够触碰到的，或者说能够障碍掉我们之后，就把它成立为虚空的缘故。所以为遮除触碍，就是你遮除了触碰，或者说就是阻碍之后，就称之为是虚空。所以虚空呢，它是无遮。那就是在讲到说无为的虚空，虽然说在色类学的时候呢，就有解释到无为的虚空，讲述到无为虚空的性相，但是呢，并没有特别的去讲无为的虚空。那为什么呢？就是会讲到虚空，无为的虚空，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之后呢，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呢，那会以虚空呢来比喻空性。那所以，那为什么说一开始在学习色类学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解释虚空呢？因为从学习色类学呢，就在三大士从学习色类学呢，一直到学习现观，学习中观之间呢，那还有就是很多年，所以他不会一开始在学习色类学的时候呢，就特别呢去解释到说所谓的无为虚空。但是我们现在在学中义的时候呢，特别说我们学中义最主要目的就是能够了解最究竟的中观见。那所以说像是以唯识宗来好，或者说以中观宗来说的话呢，他们都会认为说呢，虚空是一个很好的譬喻呢，然后把它比喻成空性。那特別是说像是唯识宗的見解，因為唯識宗呢在三轉法輪的時候呢，他們在介紹圓成實的時候呢，就以虛空呢來譬喻圓成實。所以假如說從這邊呢，如果說能夠了解譬喻的時候呢，自然而然就能夠對圓成實呢有更清楚的了解。那就是说呢，为什么要特别讲述这个虚空呢？因为无论说是在唯识中也好，或者说像是在中观中也好呢，就是在做譬喻的时候呢，都认为说空性最好的譬喻呢，就是以虚空来做譬喻。那特别是说呢，我们在讲述到空性呢，它是无遮的时候，那空性是无遮最好的譬喻是什么呢？就假如说如同虚空一般，就是无论是中观中也好，或是唯识中也好呢，在解释到空性的时候呢，用的最好的譬喻都是以虚空来做譬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上述讲到说无为的虚空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为什么这边要讲述到虚空，因为呢，之后在学习就是究竟见解的时候，无论是唯识或者说中观的究竟见解的时候呢，那都是以虚空呢来做譬喻的，所以会特别呢把虚空拿出来做解释。那接下来呢，就是解释灭地。那灭地呢，它其实跟遮前法一样，就是我们在讲灭地的时候呢，指的就是说法宝里面，我们知道说法宝又可以分为就是灭地以及道地。那灭地呢，它也是遮止所迫，所以它跟遮前法一样是遮前所迫。虽然说两个呢都是遮前所迫，但是呢，我们在讲到遮前法所遮止的所迫呢，就是讲说遮止有这个，或者说遮止没有这个，或者说遮止是这个，或者说遮止不是这个，那这个呢称之为叫做遮前法的遮止所迫。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说，就是遮前法还有像是灭地呢，它都是遮止所迫。不过遮前法所遮止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遮止掉是这个，或者说不是这个，或者说遮止有这个，或是遮止没有这个之外，那这个呢是属于就是遮止法的所迫。那灭地呢，他讲到遮止所迫的时候呢，他是遮止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呢，因序之中呢，具备灭地的这个古特伽罗呢，他所要遮止的是什么呢？他所应该遮止的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有境的所迫。因为我们一般在讲所迫的时候呢，会分为就是在讲述到见解的时候，在讲述到所迫呢，会分为就是有境的所迫，还有像是境的所迫。那
灭地呢所遮止的所迫呢，就讲到说有尽的这个所迫呢，它无法再升起，是以这种方式去遮止所迫的。那这边就讲到说有尽的所迫和尽的所迫，那尽的所迫呢是不存在的。尽的所迫是什么呢？那以上部中就是中观中来说的话呢，就是第十成立等呢，那是属于尽的所迫。那以就是下部中以经部中来说的话呢，那像是就是人有我。那人有我呢，这个呢就是尽的所迫。那有尽的所迫是什么呢？就是执持有我的这个心呢，那称之为就是有尽的所迫，或者说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执持有我的这个心呢，我们就是直接叫它做我执。所以我执呢是有尽的所迫。所以灭地它所遮止的所迫呢，就是遮止这个有尽的这个所迫呢，它就是遮止我执，让我执没有办法在心绪之中再升起呢。那这种遮止的方式，这种遮止所迫的方式，就是灭地遮止所迫的方式。那我们在讲到所迫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心的所迫还有道的所迫。那就是呢，大家可以在就是所迫下面呢，就是因为大家有学过广论，也有学过，就是有些人有学过中观的一些见解，所以我们其实这边就多做补充。就是在讲所迫的时候呢，可以分为就是心的所迫还有道的所迫这两种。那除了这两种分类呢，那下面大家又可以就是所迫呢，又可以分为尽的所迫和有尽的所迫两种。那就是呢，在这些就是中观的论点呢，或者说在广论里面呢，还会提到说就是心的所迫以及道的所迫。那同样呢，也会讲到说尽的所迫还有有尽的所迫。那我们可以了解呢，就是听到心的所迫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心的所迫它和尽的所迫呢是同义的，这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那道的所迫呢，还有有尽的所迫，两者呢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以后我们在看经论的时候呢，只要看到说就是如果它是用心的所迫和道的所迫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讲说在讲述到心的所迫呢，它其实就是指尽的所迫。那在讲道的所迫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在讲有尽的所迫。那同样的呢，当我们看到尽和有尽的所迫的时候呢，就可以来讲说尽的所迫呢就是在讲心的所迫，那有尽的所迫呢就是在讲道的所迫。这边呢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这边讲到说就是心的所迫还有道的所迫呢，就是以心的所迫和道的所迫这两者作为分类的时候呢，看到心的所迫和道的所迫的时候，看到这两者为分类的时候，讲到心的所迫呢，指的是尽的所迫。但是呢，如果平常他只有讲述到心的所迫的时候呢，不一定呢会只说是尽的所迫，因为呢，像我们讲到说就是抉择正理之量。就抉择正理的这个所迫的时候，抉择正理的所迫的时候呢，他所讲的呢，就像是我们讲的正因，抉择正理的这个所迫实在是用正因来做的，所以这个时候讲到说心的所迫的时候呢，它可以同时理解为尽的所迫以及有尽的所迫，是两者都可以去做理解的。但是我们如果把心的所迫和道的所迫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心的所迫呢，它就一定是指说尽的所迫。但是如果说在讲是心的所迫呢，它所指的呢，就是胜利的这个理智，抉择胜义的这个理智的时候呢，那抉择胜义理智的所迫，就是讲到说透由正因来做迫斥，那这个时候就无论是尽或是有尽呢，都是可以作为理解的。那为什么说要做这样子的区别呢？就像是宗喀巴大师他在广论的毗婆舍那里面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说这个心的这个所迫呢，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样清楚的分辨的时候，那就像是宗喀巴大师他在毗婆舍那的前半段呢，会有讲到说，只要是所迫的话呢，它就是不存在的，没有存在的这个所迫。那同样呢，在后面呢，又会讲到说呢，所迫呢，它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所迫不存在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做遮止，就会出现说，我们从字面上去看的时候呢，像宗喀巴大师说所迫呢是一定不存在的，那后面呢又说所迫呢是存在的，就是光从字面上去看，好像会觉得说宗喀巴大师为什么讲两个就是正相违的这种论述会出现，会有这样子的疑问。但是当我们很清楚到说了解到说所迫呢，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呢，那再去看
广论的这个原文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错乱。所以当我们看到宗喀巴大师讲到说呢，就是所破呢它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所破不存在，就没有办法说破斥的话呢，这个时候指的所破呢，就是指说就是道的所破，或者说有境的所破，因为道的所破跟有境的所破呢，它是存在的。那宗喀巴大师呢，如果讲到说是所破的话呢，它就一定不存在，因为存在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做破斥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所指的所破呢，就是指心的所破，或是指境的所破。所以就是要看得懂呢，就是所破呢，在讲述到虽然都是用同样的词，但是在前后文不同的时候呢，它所指的呢是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这边讲到灭地呢，同样讲到说灭地它的意思呢，也是遮止所破。那它这边遮止的所破呢，一直呢就指到说就是断除的意思。像说我们讲到说什么时候能够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心绪的灭地呢，就是我们能够断除烦恼障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获得了断除烦恼障的灭地。那断除烦恼障的灭地是由何而获得呢？断除烦恼障的灭地呢，就是透由获得解脱道的时候呢，那同时证得了断除烦恼的灭地。那这个解脱道是解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断除的意思。断除什么呢？断除呢，它所要对峙的这个所断，或是说所破。那解脱道又从何而来呢？解脱道呢，是从它前一刹那的无间道而来。那我们知道说无间道的时候呢，它就是正对峙所断，或者说呢，它是正断所断。那到了解脱道的时候呢，是断除所断，所以在无间道的时候正对峙所断，那后一刹那到解脱道的时候呢，断除所断。那在解脱道断除所断的同时呢，获得了灭地。所以在这边所讲到的灭地呢，它所谓的遮止所破呢，就是断除的意思，断除了它的所破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空性。那对于说经部中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用空性的这个词呢会比较少，因为呢在经部中的时候呢，他要讲的呢就是指的就是究竟实相的意思。那他们的究竟实相呢，就是只要说你要获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呢，你要透由正的究竟实相，然后来断除烦恼障。那无论说你把它安立为究竟实相，或者说安立为空性也好，那所指的呢，就是指说证得人无我的这个智慧。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像是一切有部或是经部中来说的话呢，就是它不一定会用到空性这个词，但是总之呢，这边用到空性呢，指的就是指说他们的究竟实相，也就是说呢，这个究竟的实相呢，就是人无我。那我们道的究竟所缘呢，就是人无我，因为道就是它唯有缘到人无我之后呢，它唯有通达了人无我之后，它才有办法断除我执。所以呢，人无我呢，它是在所有无论说就是以经部中来说，无论说你是圣义地也好，或是世俗地也好，圣义地跟世俗地里面呢，最甚深、最细微的呢，就是所谓的人无我，那就是这里所讲述到的空性，或者说呢，究竟实相。就是呢，我们这边讲到说是下部中、经部中，还有一切有部的这个程序的方式。那以上部中，像是唯识中或是中观中来说的话呢，那他们所谓的空性呢，就是指最细分的法无我。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无论说看到空性或者说法性的时候呢，那空性以及法性所代表的呢，就是不管说四部中义的哪一派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他们最究竟的这个究竟实相呢，把它称之为是空性或者是法性。所以我们刚刚就讲说到呢，就是以一切有部呢，或者说以经部中来说的话呢，它所承许的呢，就是最细分的这个人无我呢，是他们的所谓的空性或者是法性。所以就是安立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是他们的究竟实相。那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唯识中他们所安立的呢，就是最细分的法无我。那他所安立的呢，就是色与直色之量一体空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二取空呢，是它的法性。那以继续派来说的话呢，继续派是承许第十空。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应成派是承许自性空。那这些呢，就是四部中义呢，它所承许的空性。那在四部中义里面呢，除了一切有部之外，因为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有无遮的存在。既然不承许无遮的话，它自然不承许说它的空性呢是无遮。那除此之外呢，从
经部宗以上呢，一直到应成派呢，全部都是承许空性呢，它就是无遮。刚刚就讲到说呢，因为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就是有无遮的存在的缘故，所以它自然不承许它的空性呢是无遮。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像经部宗以上呢，都是承许他们的空性呢是无遮。那以经部宗来说的话呢，它所承许的就是不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空。那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就是它遮止掉了就是不需要观待运体而存在的这个真实独立的实体，所以它遮止掉了不需观待运体能够真实独立的这个实体，遮止掉之后呢，遮止掉这一点就是它的空性，所以它自然而然承许说它的空性呢是无遮。那就是关于说唯识宗还有像是秩序派、应成派呢，对于他们所承许的空性呢，他们认为是这个无遮的这个理路呢，那就是等到我们后面学到唯识宗还有说中观宗的时候呢，再来做解释，不然全部在这边做解释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搞乱。那接下来呢，就是来回答一下今天的问题。那就是之前呢，我们在上就是善解密密书的时候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法性的12个同义词，或者说空性的这12个同义词。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讲到经部宗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去除掉圣义谛之外呢，那其他11个呢，也都是和空性呢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以经部宗来说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要去除掉圣义谛之外，那其他像什么法性、空性，真如、正边、无量、无边界这种的法界等等呢，那全部呢都是跟空性同义的，就是去除掉圣义谛之外。那我们就是在讲是就是法性的12个同义词。那第一个呢就是法性，第二个呢是空性，第三个缘成实，第四个圣义谛，第五个真如，第六个正边，第7个无量界，第8个法界，第9个究竟实相，第10个真实性，第11个谛实，第12个究竟界。那这个呢是应成还有秩序唯识所承许的，就是同义的12个名相。那不过以经部宗来说的话呢，经部宗就是去除第4个圣义谛之外呢，那其他11个呢也是同义的。那就是这边想请问我们切呢，就是在讲无常的时候，像是无常呢，在文字上呢是直接就是出现这个所破的这个词嘛，还有一个无字，但是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又不带遮遣相。那无常它到底是不是遮遣法呢？那我们切说，其实关于无常是不是遮遣法这个问题呢，就是以藏地的代表来说呢，就是有说有的，也有说没有的，就是它有很大的争议，并没有一个结论。那不过呢，就是我们切说以它自己学习的时候呢，是承许到说，就是在学习的时候都是承许到说，无常呢，它并不是遮止法，所以这边只能说就是无常呢，并不是遮止法。那无常为什么会有争议？最主要就是在这个无字，因为它直接就是显出了遮止的这个词，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争议。不过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大部分呢，就是会承许说，无常呢，它并不是遮遣法。还有一个呢，像是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就是藏文的文法跟中文的文法不太一样，它是这个遮止的词都是放在最后面，但是我们现在讲说无凭，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说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的时候，我们讲说无量寿。那在讲无量寿的时候呢，就有人会就是以藏文的文法来说，还是把这个没字放在最后面了。那无量寿呢，它是不是非遮呢？因为它遮止的就是寿量是有尽的，所以是无量寿嘛。那不过呢，宗喀巴大师他在《了不了一三说上论》里面呢，是解释到说，所谓的无量寿佛，它这个无字呢，并不是无遮，而是非遮。它跟没有瓶子跟无瓶呢是意思是不一样的。无瓶呢，它是遮止掉了，就是有瓶之后，所以它是属于无遮。但是无量寿呢，它并不是无遮，无量寿呢是非遮。就是宗喀巴大师他在《了不了一》里面呢有这样子做解释。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有无我和事无我这两者是遮遣法还是成立法呢？
刚刚讲到说有无我和无我这两者呢，那这两者呢都是遮前法。不过呢，有无我呢它是非遮，那是无我呢是无遮。为什么说有无我它是非遮呢？就是它是在遮除了就是有我之后呢，还有显现的这个无我呢是有的，所以它另外引出了有的缘故呢，所以有无我呢它是非遮。那是无我呢，就是它本身除了无我之外，它并没有在更多的含义，它并没有在引申出一个什么其他除了无我之外的东西，所以是无我它本身就是无我的意思，所以是无我呢是非遮，是无我呢是无遮，那有无我呢是非遮。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为什么是无我它是无遮呢？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讲到说是小名还有小名的意思。我们讲到说是小名的时候呢，是这个字它并没有特别其他的意思，就是指小名之外，它没有又引出其他的意思。它反正你讲的是小名，或者说讲到说小名，它的意思都是指小名之外，没有办法再理解出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讲有小名的时候呢，除了讲到小名之外呢，也讲出了就是小名它是存在的这一点，所以它有小名呢有两个意思，就是讲到说小名，而且小名呢它是存在的。但是在讲到是小名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小名本身之外呢，你没有办法有多的理解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是无我呢它本身跟无我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是无我它是属于无遮。所以呢，就如同讲到说，就是是小名的时候，它所指的就是小名之外呢，你不会有其他多余的理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是无我的时候，它本身指的就是无我。那无我，因为它本身就是无遮，所以是无我呢，它因为和无我没有其他的离开，它不可能离开无我之外还有其他的意思，所以是无我呢，它也是代表着无遮。但是有无我呢，它除了无我的意思之外呢，还有引申出了说无我这个东西呢，它是存在的，它是有的，所以它是能够引申出成立法这个有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有无我呢，它是属于非遮。其实这边有问到，就是是否要把那个心所迫跟道所迫的那个心呢，是否要改成理所迫？那因为它在藏文的音是一样的，就是差一个就是有没有后加字的差别。我们就是说，还是看一下中国大师。कहाँ से लिख देचा? दिशा चंद्रो शाश. 嘎萨里人的。哦，对。大手。那我们先看了一下，就是宋大师的论述之后呢，就是把那个心所迫呢改成理所迫呢，比较符合原意。我想请问您，就是之前您有提到，就是说经部中它是承许大乘非佛说，但是您也说到，就是说若是经部中不周遍是承许大乘非佛说，那如果是不周遍的话，为什么我们可以安立就是经部中是承许大乘非佛说？那如果不周遍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经部中承许大乘是佛说？就是说，因为没有周遍的缘故呢，所以就是要说就是经部中它是否承许大乘是佛说还是非佛说呢？那因为就是没有周遍的缘故，那为什么人们界会讲出上堂课讲的说经部中承许大乘非佛说，但是经部中的话呢不一定承许大乘非佛说，最主要就是因为说所学的经论里面呢有这样子引用到，所以人们界就如是的说引用。那因为没有周遍的时候，你也很难说他是说是还是不是嘛，但是因为所学的经典里面有这样提到的缘故呢，所以人们界就引用经典的这个原文。那就是除了说就是在经论里面呢，就是有这样讲到之外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用理路去成立的。那理路是如何成立的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像是龙树菩萨呢，他在像是宝鬘论里面也好，他就是有硕的呢去承许说大乘呢是佛所说的。那龙树菩萨呢，他在讲说大乘是佛说的时候，最主要是对谁讲的呢？最主要就是对于说十事师呢去讲述这个理由。为什么要对说十事师去讲述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一切有不合，经部中呢，他不承许大乘是佛说的缘故呢，所以龙树菩萨呢才要对他们呢特别去讲述说大乘呢是佛所说的。如果
如果像是就是说我们讲说经部宗呢，它也是承许大乘是佛说的话，那龙树菩萨就不需要特别引用了很多的理路呢，然后去对说实事中说呢，大乘呢是佛所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从理路上去推呢，我们讲述说经部宗是承许大乘非佛说的呢，就是在理路上去推的话呢，这样去思维也是比较好去做思维的。因为呢，龙树菩萨他在讲述到大乘是佛说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对象就是对于说实事去说的。那这个呢，就是无论哪一部论点里面呢，都是这样做承许的。那所以如果说实事他们如果承许大乘是佛说的话，那龙树菩萨根本就不用需要花这么多的这个理路呢，然后去跟他们去对这些说实事，然后去成立说大乘是佛说的这些理路了。那所以这边呢，就是对于说为什么我们会讲述到说，一般来说呢，经部宗它是承许说大乘非佛说的这个理由，那这样理解了。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已经成立了第一个理由，就是成立到呢，透由龙树菩萨所做的破事呢，先成立了经部宗呢，它是承许大乘非佛说的。那第二个，为什么讲说是经部宗的话呢，它不一定承许大乘非佛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是经部宗的宗义师，他本身呢又升起了大乘发心的这个菩萨也是有的，就是他本身持的是经部宗的见解，但是又发起了菩提心。他既然能够心绪之中升起大乘道的话呢，他肯定是承许说大乘是佛说的，他才会在心绪之中升起了所谓的佛陀所讲的这个大乘的道。因为他如果都不承许说大乘是佛说的话，他怎么会在大乘道之上去做努力呢？所以透由这个理由呢，来成立说是经部宗的话呢，不一定承许大乘非佛说。因为对于自己心绪之中所升起的道呢，他一定会承许的嘛，他不可能不承许自己心绪之中所升起的这个大乘道嘛。那我们接着说，这个它最主要就是透由理路呢，然后来成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讲述了就是9个名相。那一开始呢，就讲述到说就是遮前法以及成立法。那在讲述到遮前法的时候呢，那就连同解释了就是无遮还有非遮。那在讲述无遮跟非遮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就是遮前法它所指的呢，就是断除自知所迫后通达。那这边讲到说就是最好是能够加上直接的话呢，它的意义呢会变得更清楚。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第6个无为的虚空。那讲述无为虚空的意思，最主要呢就是要讲到说无为虚空呢，它是用来譬喻空性的最好的一个例子。那第7个呢就讲到说灭地。那在讲到灭地的时候呢，就要说所要灭的所要断除的呢，那从这边呢就是讲到了就是境的所迫、有境的所迫，以及理的所迫，还有道的所迫。那接下来讲到空性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空性的这些同义词。那以及呢就是在讲述到就是非遮时候呢，有讲到说就是非事物。所以关于今天名相的解释呢，我们就是解释了9个名相。那以及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问题的这个解答。